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62章，为着耶路撒冷的缘故，我袂恬恬；为着锡安的缘故，我袂静静。直到伊的公义亲像光发出，伊的拯救亲像火把得倒。耶路撒冷啊，万国拢要看见你得胜，万王要看见你的荣耀。人要用神的名称呼你，是上主本身甲你号的。你是上主手中上水的花冠，是你的上帝手里的王冠。你袂阁互人叫做受气杀的，你的土地袂阁叫做荒废。人要称呼你做你是我上喜爱的，甲你的土地叫做有归属的，因为上主喜爱你，你的土地会有归属。亲像少年人带少女，你的子民嘛会安尼疼惜你；亲像新郎喜爱新娘，你的上帝嘛会安尼喜爱你。耶路撒冷啊，我有派守望的人伫你的城墙顶得顾，因暝日拢袂静静。求叫上主的人，恁拢毋通歇困。互上主无通歇困，直到伊重建耶路撒冷，互即个城伫全地受称赞。上主已经举伊的正手，用伊有气力的手骨立誓，我绝对袂阁将你的五国互对着做食物，外国人嘛袂阁啉你劳苦得来的酒。正直人会当食伊所种的，搁称赞上主；守身朴道的人会当伫我圣殿的埕啉酒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着出去城门外，为着转来的同胞开路，着修造一条大路，将石头搬开，为万民插大旗做记号。上主宣布的话已经传到天边海角，着对耶路撒冷的居民讲：看咧，你的拯救者得来啦！甲伊做伙的，有伊所投放的人，行伫伊头前的，有伊解救的子民。人要叫因做上主所救赎剩的子民，耶路撒冷要叫做受看顾、无受气杀的城。